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含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讲，咱今日来研究苗林的连队，这学问安那真深哦。国情今日就你探讨，台北市咱拢知民权东路文殊公庙、行天宫，前殿一对连队，顶句讲行义达一世忠贞，志在春秋，心动一决。下句讲天神显千年灵应。公交属汉，特批台湾。按怎样来说明？第一，咱苗林的连队一定甲咱所敬拜的这尊主神有牵连。所以诗句伊咧写就是文殊公，伊过去的表现，伊一世忠贞，伊的心肝清清白白，心动日月。会听我讲对天地交代就对。咱知影文殊公伊所做的一切，志在春秋。望讲千年后世了后的历史，对我评判是正面的，绝对毋是甲我批评的。咱嘛知影讲文殊公骨骨疗伤，毋过伊手提春秋伫咧看，伊无半点的怨言，硬起劲加咧。什么款的艰难，伊伫咧做务，这描写文殊公人生的过程，官武官帝呀，就是真正遮尔互人钦服。毋则下句伊会讲天神显千年灵应，公交属汉，伊过去所做遮的功。所建者的功劳，伫咧蜀汉老毕做王汉朝尾的蜀汉，耳目昭昭，互人流传到即当阵。啊，当然第二，苗林的连队一定会写，着讲，即间庙所保庇的地方。你像讲吼，古前故乡中华日林镇万兴庄，阮的保安宫苗林的连队就写讲，保清大地必有万兴三里面，因为阮遐三里拢叫做万兴庄。啊，即首连队。贾景德先生所写的这首文殊公的连队，伊就表明讲文殊公伊的函特批台湾，伊有法度照顾着台湾的万民。啊，这里古经毋是读批，甲批无毋对啊，这里拢总台语三音，甲批原来一音，过来避干所害的避原来一音，过来第三音国经头拄也讲。特批台湾，因为伊这个批解说就是甲披露、甲披条散发迄个披共意思，照样写这里文殊公的函、文殊公的德，会当照顾台湾的万民。安尼写这里完，朋友你若去看清朝时代过去的历史册，真济毋是写目前这两字台湾哦，拢写这两字园林这个园。所以顶下句的诗句，苗林的连队就是表明主神的灵感，表明讲这间庙保佑地方。迄种的温情啦。